以利有一個頭痛嘅女小龍女，但係呢啲都係以前嘅事啦。而家吳以利亦都公開傾到自己而家對個囡囡嘅睇法，尤其係鬆口講到囡囡吳卓林嘅感情觀，佢仲係表達咗希望自己個女能夠返屋企團聚嘅願望。吳以利罕見咁樣傾到自己希望同家人一齊團聚，能夠團圓喺埋一齊嘅生活。而此佢同吳卓林母女之間嘅關係破冰，佢開始鬆口講到吳卓林嘅感情觀，希望個女能夠返屋企。呢一個係好事，已足以證明吳以利同個女之間嘅事情真正咁樣有咗一個好嘅開始。至少喺2021年入邊，吳以利係抱住向上嘅態度同埋積極嘅心態，嘗試同個女吳卓林進行心同心嘅溝通。吳以利喺2021年入邊，自己希望同家人團聚喺埋一齊。而家啲人更加重感情噶啦。總之一切嘅美好就係同屋企人一齊平安相處，能夠和平美好嘅過日子，能夠每一日有親人喺身邊陪伴。而家吳卓林同老婆結婚咁耐，當然佢亦都開始慢慢咁樣成熟懂事啦。呢個亦都係吳以利知道嘅。有邊個小朋友唔係媽媽嘅心頭寶貝？所以吳以利係從內心入邊原諒咗個女嘅叛逆。吳以利喺最新嘅採訪之中就透露咗自己同個女而家嘅相處模式就係相互尊重，而且唔打擾到各自嘅獨立生活。而家嘅吳以利講要團圓，講一家人最重要，就等於佢同個女嘅關係開始破冰，開始往好嘅方面發展。母女有望喺2021年入邊實現團圓。